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落在呢度財經嘅頻道。今日係星期二嘅下晝3點鐘，同大家講一講近期嘅股市嘅變化啦。首先今日星期二，大家知道啦，市場出現一個相當之大嘅波動。呢個咧留翻下半 part 或者係Part B 先至同大家分析。首先咧，我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咧係車股嘅情況嚇。大家都知道啦，車企基本上咧，大部分咧都喺星期日嘅時間2月1號咧，公布咗佢哋嘅1月份嘅銷售嚇。出咗嚟之後咧，喺星期一嘅時間咧，大部分嘅車股咧都出現咗一個比較係大幅嘅調整嚇。尤其是自己本身持有嘅比亞迪咧，都曾經一度咧係跌超過5%啦嚇，7%都試過嘅嚇，都係破底嚇，向低位進一步係試嘅嚇，試到1年嘅新嘅低位嚇。尤其是咧就星期二嘅朝頭早嘅時間咧，亦都係跌到落去咧88.9嘅水平嘅嚇。今日咧就即係因應翻啲會員啦嚇，希望啦我講一講關於車股啦嚇。首先睇翻比亞迪嘅今次嘅數據嚇，真係的而且確係令人失望嘅啊。呢個係事實啊，事實就要講事實啊。無論係環比或者係同比，都係雙雙出現咗一個下跌嘅啊，甚至乎咧海外銷售咧都係出現咗一個下跌嘅啊。跌幅係幾多咧？如果睇翻咧就係環比咧，比起12月份啊，今次1月份嘅銷售咧係21萬份啦啊。比起12月份咧係下跌咗50%啊。12月份即係有超過咧係40萬部以上嘅銷售嘅啊。但係咧1月份咧只剩翻咧21萬部嚇。除咗環比之外，同比咧就比上一年嘅1月份嘅銷售咧，亦都係大跌咗成30%咁多嘅。所以話個數字咧真係的而且確幾差嘅。即使海外嘅銷售咧只有大概10萬部嚇，比起12月份嘅銷售咧係跌咗24%，但係同比嚟計嘅話咧，即係比起上一年嘅1月份，反而咧係升咗係51%咁多添嘅啊。即係話咧，上年嘅1月份咧只有大概5萬部，今次咧有成10萬部咁多嘅啊。呢個數字整體嘅數字的而且確係差嘅，只不過大家要係留意翻兩樣嘅事情啊。兩樣嘅事情係咩咧？第一就係佢嗰個海外嘅銷售佔比係大幅咁上升嘅啊。上升咗幾多咧？係由12月份嘅大概咧係31.6%，係上升到咧47.8%啊。增長咧係增加咗16.2個百分點啊。呢個咧顯示到即係如果你可以咁講咧，大數係差嘅，但係咧，如果睇翻咧係21萬部入邊咧，有成咧10萬部咧係海外嘅銷售，可想而知，海外嘅銷售嗰方面咧係仍然都係有個急速個增長喺度嚇。當然可以講個 absolute value 咧，即係話絕對值咧係下跌咗，但係嗰個佔比嘅比重咧係增加咗。呢個咧我諗先前咧上年咧都曾經同大家講過啦，海外嘅銷售嗰方面嘅淨利率咧淨利潤嗰方面咧係遠遠比咧就係內地嗰邊係高嘅啊。所以如果係繼續咧係增加海外嘅銷售嘅話，應該咧對於全年嗰個盈利嗰個表現嚟睇嘅話咧，反而咧係會有個幫助喺度啊。當然咧數量都係一個關鍵嚟嘅嚇。除咗係單車嘅嗰個利潤率係高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個咧數字咧，大家要留意翻嘅就係話，佢係有幾個系列嘅車咧，包括咗皇朝系列啦、海洋系列啦、風情炮系列啦，同埋咧就係仰望嘅系列嘅嚇。今次個數據可以見到
整體嗰個車嘅銷量咧係少咗嚇，咁最主要咧係嚟自呢一啲咧係皇朝同埋咧海洋個系列嘅啊，咁呢兩個系列咧嗰個賣嘅價錢咧其實係中低端嘅啊，咁相反嚟計嘅話，方程炮啊，即係跑車嗰方面咧，甚至乎咧仰望嘅車呢個咧係高檔次嘅車咧，反而咧個銷量係有所增加嘅，咁呢個咧對於整體嗰個業務嗰方面咧，嗰個盈利嗰方面咧係有一定嘅好嘅幫助啊，高端嘅車啊，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啊。咁至於其他嘅車企啊，咁或者係頭先講到咧，到底嗰個數量係多咗幾多少咗幾多咧？我諗星期六嘅時間詳細啲再同大家再分析嚇。咁今次個上半 part 咧就做咁多先嚇，一陣間會同大家講翻下半 part，講翻個市同埋講翻咧啲科技股份今次早曾經急跌嘅。